我叫泳希啦，咁我自己就做緊 event production 嘅，咁不嬲都好中意 event 呢個行業，咁但係因為都做咗好多年啦，咁即係呢一行通常都係要落手落腳做嘅，咁所以喺時間上咧其實係冇咯，即係可能你放工嗰個翻工時間都唔係好 regular 啦，咁所以其實 occupy 咗我好多時間。咁都有諗過，即係如果之後繼續係咁樣生活，都好似唔係好妥當。咁所以就諗住揾多嗯一個路，就係可唔可以賺到一個收入咁樣。咁跟住我平時自己就好中意睇啲古靈精怪嘅嘢啦，咁所以我都有諗過網店係其中一個我都想做嘅嘢。咁可能就係可以買到一啲特色啲 design 或者係一啲係咯古靈精怪嘅產品咁樣咯。係呢個，所以，OK 我就想做 OK，網店嘅原因係，好啊。所以基本嗯，上即係加入我哋之前咧，就冇乜特別嘅困難啊，或者挑戰，定係本身已經有噶啦。關於可能搵到個額外收入。我之前有試過自己做一個好細嘅網店啦，但係都好多年前，嗯跟住嗰次係唔成嗯功嘅原因就係個時間嗯分配上做唔到，同埋嗰陣冇乜 AI，咁所以要自己出 ，OK。post 啊嗰啲都好困難咯。係啊，而家有 AI 係爭好遠嘅，所以係，以前條 team 可能係 double，而家係可嗯以減少咗好多，甚至其實一兩個人已經搞得晒一個好大嘅業嗯，績。係啊，係。咁啊，點解會揀我哋呢個系統嘅？係咪有冇比較過？有冇睇過啊？或者試過其他啊？定係呢個就係第一次一個課堂啊，或者一個系統咁樣咧？嗯，如果係裝課堂係第一次嘅，咁因為都嗯其他咧，好似都淨係就咁錄片去講咧，好似冇聽到一啲好實際上嘅技巧或者操作係點，因為我自己都失敗過一次，咁我大概都知道嗯即係個困難上面係啲咩，咁其他就冇好實質咁講到呢一 part 啦。咁但係咁啱錄嗯到你嘅廣告，就係你有講到一啲好實質嘅技巧，咁所以就覺得可以 join in 個課程試下咁樣。，OK，好啊，great。So far，你喺個課程裏面睇到邊部分啊？我想問一問。落廣告嗰個第五、第六。OK OK，咁未落到廣告啦，你而家就係想做網站啦。咁 so far，你覺得睇啲片或者睇啲內容裏面，未同我做 one-on-one 之前，你有咩學到或者有啲咩得着咧？成個 Shopify，即係我之前冇用過 Shopify 啦，因為咁所以嗯成個 set up，我覺得睇你條片都清晰嘅。咁唯獨係我嗯跟足之後，可能有啲 logistic 嘅嘢，我未係好跟到個 setting 上係點做啦。因為除咗香港以外啊，嗰啲其他地區咁樣，咁喺運輸上面係唔係好明嘅。咁但係其他譬如你話落做 social media 啊，點樣用 AI 出 post 啊，咁嗰啲係清晰嘅。